阿良师，为什么小碗叫小碗？小碗呢，嘛是咱热力地域的节气，拄好是咱这个国历的5月20甲5月2的期间啦，吼。小碗呢，就是为着这个政治的由来啦，吼。啊，咱这农民呢，这种植过程当中，这个政治就开始什么？开始灌浆啊，吼。啊，若开始这个美食那唔食，吼，叫做小碗。啊，若转色就叫做大碗啊，吼。其中有一句安尼讲，人讲这个小碗雨水烧干，代表啥物？代表咱这台湾吼，进是进入啥物雨季啊，雨水长高啊，加2个月。你等下吼，若要出门爱记得哦，雨伞爱夹咧，还是讲雨衣爱穿咧，知无？为什么啊？啊你无看外口大门大家呢？你无听过一句安尼讲哦？人讲吼，大门大袂开，吼，这地过咧啊，披脏水。啊，我若唔咧。你若你两面变成落汤鸡，